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农村的后生个加入村外种是头路的，老人家感觉耕种按辛苦，唔盼得往子弟回家乡听耕种。农村的人许多都市发展，喜野路归难多转来也有，也是台湾人士的农村现象。睇苗栗南庄大嘅后生为以上的改变。前未中央想法嘅朋友，可以一間青年背包離沙，本人打工揾嘢呀，為上後生嘅去鄉下，也不是為同菜地農民鄉下盼3天4里行，而一群人來體驗菜地人係用嚟過日的嘢，韓國認識農村為教育田種嘅生活。來看下一群後生嘅問出按到乜嘅新嘅方式來打造青年進鄉台。客家大海卷放到旁边一点，其实这是已经不太传统，因为我们把观音神像摆在中间了。然後這個是土地龍神，土地龍神就是我們說拜祖先。也條後生嘅來到客家莊，聽聽小農辭菜園去到去路過，屬於該能同嘅新角落嘅種嘅度，學到該到客家莊嘅文化也掉。他們家裡的祖先牌就是把大牌，然後把那個就是祖先的名字都一一寫上去。我覺得就是很有紀念價值，對，而且他就說就只能放在主處，然後不能拿到國外拜拜啊什麼之類的。你一邊走，一會兒我們先走哦，一邊走，但是我們很慢。拿來做苦茶的就是苦茶的樹，就是我們是台灣就是有，如果是中國大陸的話，它是很大一個。我以咁嘅人嘅路況，做人看到乜嘅就少幾乜嘅，對亞條體態度是香港人哋嘅後生嘅來講，真見長氣健昂。你順手的是，如果看你右手左手，那我們都是這樣子，這樣拿，這樣拿 ，OK。好，那我採一顆我們的火燒柑，看，火燒柑就是很黑。它是為什麼會呈現這個顏色？它其實是因為有一種蟲，個粉弄過以後，它就會變這樣。辭菜園而路過嘅咁嘅嘢，唔先農藥除草劑，加減就會有蟲嘅來勢。唔過而知道冇相關，蟲嘅是存呢，做前就係嘢。就算係安呢，一啲後生嘅還係見出嚟，我來摘咁嘅。剪這個這一頭。我們盡量靠近一點，因為這樣子的話比較不會彼此，也許你要帶回家，彼此會刺到。雖然咁嘅無從是從紅買一眼醬，看起來係一點點嘅糊糊，掰開來一落嘴，其實蜂蜜唔會淋，還是帶出甜甜嘅酸甜之味。橘子非常好吃，因為想象中好像都一定要撒農藥或什麼才會有什麼好的味道，可是剛剛就是直接把它直接吃，它真的是有橘子的，應該有橘子的香氣，不是只有甜味，它是真的是酸酸甜甜，然後很有風味。就是跟想象中不一樣，而且之前都會說要買皮漂亮的，可是其實剛剛拿到那個火燒柑，就是皮真的是黑黑的，非常好吃。也在呢隻稿子係主亞線劉清傑後生為3位後生嘅同菜地小農合作，向下推出嘅農村4里行，希望帶韓國多位都市後生嘅落去田種下。那我們做的就只是把這些東西借由新的方式去推廣，這樣就是不只是去採果而已，就是你採果，你還有後面的加工嘛。那我們就是會再加一些體驗的東西，就比如說採橘子還是什麼的，那可能採橘子完，我們就會來做乾餅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東西，這樣就是把它整個的體驗做得更完整。當主嘅也等人摘柑嘅摘到都市又到變背囊，辭菜園已經做好貴族嘅柑嘅蜂蜜菜，
盐生吉头菜搞咸味吃，咸皮蒸肉饼、咸味排骨，看到人在晚上吞好烂。你係排骨，你冇杯有一多人做這樣嘅橙汁排骨，所以我就想講橙汁，你嘅鹹味做得來醃菜，所以就吃做可能按用嘅鹹味橘子汁排骨安尼。比較在客人來之前，看起來很像就是牛糖。18位少農帶人也條後生嘅開始做鹹味糕漿。我們把一半一半的分開。那我們把這個上面的這個剪掉，剪的時候你就會看到裡面有沒有籽，有，我們就挑出來。一鋪一鋪等等少農把鹹味處理一粒一粒嘅鹹味，播出個天然蓋似嘅鹹味糕漿，一等人等等菜天然落去田中生發，設計許多身體摘稿子，設計做東西。目前的狀況是因為我們還不確定這些，我們覺得這些活動很有趣，可是我們的客群不一定會覺得很有趣，所以現在開始在做一些嘗試跟調整。對，像其實現在這個季節還可以做那個梅花野餐，或是櫻花野餐的活動，或是櫻花晚會什麼的這種。可是因為我們覺得產地的東西也很重要，所以我們今年就先排橘子，那明年或是後年就是會有不一樣的嘗試。所以農村式旅行嘅規劃方式很類似，唔過參加嘅人就知道幾好。你一般旅行不太可能會這樣子做，那這樣安排的話，我覺得算是符合。那因為如果真的很想要去認識這塊土地的話，可能就會想辦法再安排更長的時間待在這裡。那到時候就不會只是採橘子，而是可能就是像當地人一樣生活在這裡。可是來的時候真發現就是很有趣，因為一路上就是主人家就是帶我們看了一下，就是三山國王廟啊，然後來這邊採就是橘子，就是其實他們主要就是認識自己的原生地，然後了解自己，就是不管是祖先或是所有的文化，我覺得蠻有趣的。就是我們知道什麼閩南人啊、客家人啊，可是不會知道那麼多生活的信仰啊，一些小細節，我覺得很有趣。佢哋係度開始，所以還有一度嘅機會做得來發揮嘅，然後以後我知道講呢啲後生人，佢哋本來搭上人都有搭上人嘅專長，還有搭上人嘅夢想。我想講，呢夢想係挺重要嘅，因為有夢想，才會想講，安樣嚟做，才會做到你自家心肝都想嘅。這種樣嘅，然後我知道樣做得來吸引很多後生人，老人同樣有按樣夢想嘅人過來。劉清客做亞線後生會也三位後生嘅相信，我認識土地一定好嘅方式，就係提供公益咧。一定唔單止攀山體式旅行，還睇苗栗南莊可以請人背包離沙，我人來打工揾嘢呀。對面路行想到2-3歲便利嘅都市後生嘅落去田中下。好誒，那如果說來得及的話，我要回來跟大家一起煮飯。好啊，如果不行的話，我還是負責洗碗好。那這條長廊，我們稱它為時光之廊，就因為我們從3月開始整修這棟老房子。轉台南部來，一開始目標係做安樣嘅農村嘅工作，意思就講，你啊下嘅農村全都老人家，還有細人嘅，其實冇乜個後生嘅，佢全部前無條路，佢做大家都出去。我想講轉來推動復耕，吼土地留嘅重新去施田國務，吼還有傳承啦地方嘅工藝，就講土農，老農民吞數去抵抗徵收，所以。按樣的東西做到後面，天天就冇乜個人參加，因為看起來好像很激進這樣子。故說我想做一個青年空間、背包空間，對於後生人來講，可以降低佢哋認識農村的門檻。就是用一種比較新的形式，讓年輕人可以進來農村，用打工換宿。那年輕人聽到，他們就會覺得，好像是
可以来这边自我成长啊，这样子。然后，但是他们其实可以用他们的能力把农村的一些东西带进来，可以看到这边的现象，然后也许可以有一些反思，就是也许会有很多不同的可能这样子。來揾嘅亞賓人睇面床立正條步，固定愛整理嘅呢，一定就限係太學生上愛講無共用嘅環境，對面路上看到信息就去南莊嘅來打工揾嘅呀。在網絡上有找很多這種青年旅社的，那會來這邊是因為覺得苗栗南莊這個地方是很有故事。然後剛好老寮又可以幫助，就是他正在做的事情是我非常認同的，所以就選擇這個地方來當做我打工換宿的第一個地點。一件離沙未從係農村人力源學樣嘅，富圈田狀況有萬人看人工，就會很亞到玩宿舍去嘅聽書。我們也會帶他們去做一些農事的體驗，就比如說像他們之前有去種一些椴木木耳啊，或者是去農場幫忙就是施肥啊，或者是那個幫忙除草等等的，就是借由這些去勞動，就是用勞動汗水去體驗農事，這樣。去人家果園裡面採橘子，然後幫忙包橘子，種木耳，就是這邊的老闆就是為了要就是拓展這邊的跟農民打好關係，所以就是到處會去認識一些地方上面的人，這樣，感覺很好玩又很新鮮，雖然就是多多少少都會累，可是就是好玩的成分會比較居多，所以就蓋過那些辛苦這樣。我很少有機會接觸到農村的人事物啊，然後我在這邊就看到很多菜園啊，然後很溫暖的人情味啊，然後我覺得很棒這樣。我覺得都市的步調速度太快，節奏感太快，那我到農村的時候才能夠好好的思考，說我到底要的是什麼東西，然後我喜歡什麼，跟接下來我想要做什麼事情，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反思的過程。來打工揾宿嘅後生嘅，漢德按設計睇田種下工業嘅，感受到世界的變化。青島研究認真案呢，離唔開土地嘅。像有一些換宿生，他們甚至就變成股東，然後有些換宿生會回來2次、3次，就是他們會想要回來。然後我們之前還很白痴的有一個策略，就是要讓換宿生愛上旅人，愛上換宿生，換宿生愛上在地人，然後他們就會從此卡在這裡，就是用愛情的方式讓大家困在這邊這樣子。對，可是其實目前的狀況是因為農村的人跟他們在都市或在學校認識的人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這些農村的人對他們是有一定的魅力跟吸引力，所以當他們說來回來，然後那些人就會回來。這邊有一個空間，然後可以讓年輕人來，你可以來試試看你適不適合，或者是你有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新的方式。我覺得這有點像是一個孵化器，就像是年輕人進入鄉村的孵化器。用背包離沙打工揾宿，農村身體是旅行也有安心的方式，來向後生嘅去種下，也真係開始聽聽。後生為還想愛開農場店，而想愛建立1到4級嘅農村產業鏈，安尼田種下留為很熱，沒留為很前沿。我現在老寮這邊是服務跟體驗，就是我們提供深度的旅遊跟導覽，這是體驗的部分，那就可以誘發人們對於這種比較優質的在地文化、這種生態啊、農產品的興趣，那就會再往1級、2級去推。所以農創店的目的是把1級、2級做起來，製造跟加工做起來，這樣我就有一個完整的產業鏈。那留在農村的利潤就越多，這樣年輕人就有就業機會。最大的目標當然就是希望可以把這個產業做起來，然後讓更多年輕人可以回來。就是你不一定要在都市你才有辦法生存，你其實在鄉村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生活。第二個情況係講，農總好人去到太常是單行道，不過你要死推某空用應該是雙向道，都市人想農村也可以，可是如何做一個正確的方式？所以我做老寮或是之後開農創店，其實就是想要做一個正確的示範，在農村、在客家莊、在鄉間要如何做一個正確的餐飲。如何作為一個正確的打工換宿，正確的旅遊，是對農村的永續有幫助的。哦，對，有看到照片是不是？對哦，對啊，就是晚上會開燈，然後有時候他們會在下面，所以我就要拿這個在車站接他們，然後讓他們看到我，然後
后我们也会放在一些。那个参委收据已经开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5万转到这个协会。也3名后生嘅自家来打抽出青年背包离沙，为带同韩国多位后生人打帮亚离沙来认识苗栗鸦片山那現狀，為大家用旅行嘅方式，一下無拄好就本來念到行開腳，青年進香團就對也起腳。